个圆滚滚的茶寿像聚宝盆一样，造型喜气，里面放茶壶、便当和奶瓶，不必插电就能保温8小时，省电又环保。我们乡下比较落寞嘛，那时候还没有瓦斯啊、热水器啦，也没有那种插电的，也没有插电的家具。取名茶寿是希望大家喝茶长寿，拿稻草一针一线，纯手工缝制。刘玉英阿嬷的手没有停过，经年累月早已伤痕累累。我的手都弯掉了，你看骨头那么大。传承自阿嬷时代的老手艺，总怕在自己手中消逝，所以刘玉英自己做，也努力教别人做。小姐的手，我弄到这个稻草，一直摸到粗粗的，会打退堂鼓。一个茶寿得耗时3天，刘玉英每天缝10多个小时。70岁的她丝毫没有发苍苍、事茫茫的苦恼，靠揪沙包来训练。你玩沙包这样子真的很利落，很利落。对，可以走路啊，走路一直走路，脚运动，手运动。眼明手快，让旁人好惊叹。这位茶寿老前辈靠巧手带给后辈温暖的幸福。来泡茶，来泡茶，来泡茶，来泡茶。